多謝主席。我想反映一下關於學生貸款計劃嘅安排嘅。咁就啱啱財委會通過咧，就延遲嗰個學生個還款，呢個好事嚟嘅。同埋我見到即係政府咧都因應疫情啦，或者經濟情況之下咧，都喺貸款安排上咧有好多啲即係便利啊，或者係一啲特殊安排啊咁。咁呢個我哋都係認同政府嘅努力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學生好大嘅反應咧，關於嗰個申請程序咧係相對複雜嘅。咁又要而家仲係用填表格啦，攞好多資料啦，咁同埋要等60日咧先至即係目標係60日先能夠即係有個結果。咁我唔知啊，係咪一個恰當嘅比較啦？我睇電視咧，有啲貸款公司咧，即係打個電話1日就有得㗎啦。咁未必係好嘅比較，但係係咪仲有更高嘅效率咧？特別係咪可以用電子化咧？因為咧而家填嗰啲表格咧係來來回回嘅，聽同學講。咁同埋又要家長簽名啊，咁每張都要簽啊。咁呢啲手續都係好落後嘅。我諗呢個喺咪效率上可以提升啦。第二咧就係關於還款嘅情況咧，即係未能還款個案係多咗嘅，同埋都係嚴峻嘅。講緊你6000啊、7000嘅數字，呢幾年嚟講。咁當然啦，可能經濟一個因素啦。咁頭先我講咧，政府應該係睇出有啲好啲安排，呢個我哋係好嘅。但係亦都我哋睇到好多個案咧，啲學生係唔識得用錢嘅。咁呢個係一個幾嚴重嘅問題。一個大學生係喺呢個現象睇到佢唔識用錢咧，證明佢日後管理嘅理財都係出現問題。咁上次我哋喺財委會都提出啦，可唔可以教育局無論喺中學階段，甚至小學階段，甚至大學階段咧，係咪呢方面可以加強翻咧？因為呢個透過呢件事件反映到年青人對理財係出現問題，亦都係同樣係值得係教育工作。呢方面有冇啲具體嘅安排咧？多謝主席。好。局長，好，主席。雖然咧呢個問題同今日嘅議題就無關，我都簡單答下。第一咧就係呢一個電子化或者係提高嗰個效能咧，呢個一直係我哋個目標嚟嘅。咁我亦都會同即係學資處去反映大家呢一個意見。第二咧，我非常認同我哋嗰個即係對同學咧嗰個理財教育係非常重要，因為咧我哋嗰個嘅學貸咧其實係包括兩部分，一個係有入息審查，一個係冇入息審查，而且最高嘅額係遠遠高過佢要交嘅學費。咁所以咧，同學係要懂得量入為出，同埋善於管理自己嗰個即係財政，因為事實上而家嗰個還款咧，每個月咧其實咧據我所知都係幾百蚊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如果當唔識得理財嘅話咧，幾十蚊可能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所以我諗咧，教會同學咧即係從小，所以而家我哋係多咗一啲項目，包括同即係消委會咧，即係點樣即係量入為出啊，即係精明消費啊，唔好係只係滿足慾望而冇考慮實際需要。呢啲而家我哋做緊，亦都會係融合喺個課程價值觀教育嗰度去做。阿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我都透過你咧係表達我啲意見啦，向局方。當然我頭先同意局長所講話咧，我哋大學教育都係要與時並進嘅。但係我想強調一樣咧，與時並進咧，一定要確保學術自主同埋咧係即係國際化嘅一個走勢。我記得我喺立法局議員嘅年代咧，我曾經籌一個 motion 咧係講大學資助教育嗰個問題嘅。咁當時咧就程介明教授咧就約我傾偈，咁佢語重心長同我講咧，佢話嗱，唔好政治搞學術自主你可以俾意見，但係唔係一個干預嘅態度。咁呢個説法咧，我今日都記得，即係我認為香港嘅大學喺國際上咁有聲譽，因為我哋仍擁有咧學術自主，同埋我哋邁向國際化。咁所以頭先局長講話，係與時並進，係要確保呢方面嘅發展。正如主席、局長都有講過，基本法都列明咧，我哋大學咧要走一個即係學術自主嘅方向。咁所以我希望咧就嚟緊係一定要變革，或者好多嘅做法。我哋今日議員好多意見，但係我嘅底線就係，或者我嘅即係亦都好似程介明教授咁講，我用心長講，一定要確保香港大學嘅學術自主，同埋係走向國際化。而我哋今日大學咁嘅成就就係因為我哋有咁嘅條件啊嘛，咁呢個係世界認可我哋呢個地位嚟噶嘛，咁呢個係我主席，我係透過你反映我呢個意見啫。好，跟住就係想唔想局長回應啊？
如果佢可以。好，局長，佢因為時間未過嚇。好，主席，我係同意狄議員所講嘅，其實我哋一直都係以呢一個國際化同埋多元化去發展我哋嗰個高等教育，亦都係我哋嘅優勢同埋特色。咁我哋亦都會建基於呢個基礎，同埋咧就係話喺一國兩制嘅之下，我哋係發展好我哋嘅高等教育。唔該。好，跟住係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而家學生面對到精神同埋情緒壓力咧，都係個不爭嘅事實嚟㗎啦。咁亦都有社福機構咧係做咗調查咧，有70%嘅青少年咧係有精神嘅困擾嘅問題嘅。咁頭先副局長咧係同我哋報告咗一系列嘅活動啦，譬如話家長講咗有10幾節啊咁樣。主席啊，如果呢啲係做得到係解決問題，就唔會出現今日有咁多學生有情緒問題啊嘛。咁即係話而家嘅工作係未完備咯，即係做得係未能夠解決到個問題。我哋要解決問題，唔係淨係政府聽數白欖咁樣做咗乜嘢，做咗乜嘢。如果做咗乜嘢係解決問題，我相信今日議程都唔需要啦。咁即係話其實政府而家做緊嘢係仲有不足嘅地方。咁咧我認知嚟講咧，學生嗰個情緒或者精神困擾係有多元因素嘅。有社會因素啦，有學校因素，頭先議員有講啦，咁亦都係有家庭因素啊，甚至係個人因素嘅。咁而家咁複雜嘅因素咧，係一啲表面性、一般性活動咧，我係覺得針對唔到啲學生，所以我想具體建議俾政府咧，可唔可以咧幫我哋首先幫我哋嘅中學生咧，就係全港中學生做一個嘅精神健康嘅篩查，因為係早介入、早發現、早介入、早治療係一個好最重要嘅原則嚟嘅。咁而家做呢個篩查咧，功夫唔複雜嘅，因為坊間或者係專業團體裏邊咧，好多啲精神健康嘅一啲嘅測試一啲嘅表格。咁如果學生去填啦，或者家長老師幫學生去處理咧，咁我哋知道究竟有幾學生今日係面對不同程度嘅情緒困擾，從而透過現有服務咧加強咧係幫助佢哋。盡快時間咧係解決到佢哋嘅困擾。如果嗰啲嘅問題唔能夠針對性嘅問題有發生，服務係照搞，活動係照搞，係解決唔到我哋今日嘅問題咯。局長係咪真係可以考慮一下，有一個簡易嘅方法，係幫全國嘅中學生先做一個篩查，然係達至及早發現、及早治療，而透過我哋現有服務咧，幫助學生咧係解決個精神同埋情緒困擾咧。多謝主席。局長請。多謝主席，多謝狄議員嘅意見。喺加強嗰個識別工作嗰方面呢，我哋嚟緊喺教育局都有計劃咧，係加強，亦都推出咧一套嘅精神健康嘅資源套嚇。咁其實咧呢個係有幾方面嘅。因為我哋睇個問題咧，就係希望去增加學生精神健康嘅保護因素，同時間咧要減少一啲危險嘅因素。咁點樣加強呢啲保護嘅因素咧？包括係即係同學要懂得去放鬆自己啊，有一個正向嘅思維啊，亦都咧係認識同精神健康相關嘅疾病啊，以及係一啲有效嘅治療方法啊，有需要嘅時候去求助啊等等，亦都包括係去標籤化方面嘅工作。咁我哋即係喺教育局，我哋啱啱係已經做咗咧，係俾初小嘅同學嚟緊喺中學嗰度咧，我哋都係計劃喺下學年嗰度會推出呢方面嘅工作咯。多謝主席。